快乐星圣诞布置，圣诞节氛围直接拉满。走进会场，绝对能让来宾眼前一亮。整个舞台设计感满满，圣诞树好美哦！舞台前缘的气球墙，满满的缤纷色彩，拍照超出片。大型英文字母点缀其间，质感直接 up。热气球圣诞老公公，雪人造型超可爱。超美的圣诞气球树，存在感十足，整个会场看起来又大气又梦幻。圣诞节要办派对、商场布置、企业活动的朋友，找快乐星就对了，省心又出片，保证让来宾一眼惊艳。